好，来继续刷落来高雄的高山，有一间日式的饭丸店，是日本人开的，甲厝头家有纠纷。这个厝头家怎到店内向这个花干啊，也逼对方都要来退租。这个店家19号暂停营业。 然后连续2天，透早一开店，都有济顾客排队来甲收听。啊，高雄捷运公司嘛邀请到头家到捷运车站的商店街去开店，讲租金会甲优待。这头家是真感动，讲伊感受到台湾人情的温暖。 买日本式饭丸门口人是坐甲吵，透早7点开门，就真侪人伫咧排队。员工真无适应伫咧包饭丸，民众用行动来表达支持。日本籍头家手举牌遐，伫咧店门口鞠躬，甲人客碎读声。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 敢若因为租约的问题，这间伫咧高雄青海路的饭丸店家，大早就叫厝头家起加间等会卡暂停营业一天，等开幕了后，连2天透早，前面来真侪间到收听的人客。因为看到新闻，他太可怜了，所以就来捧场一下。我们说啊，今天看到这个消息，就来这边前往支持一下。我们6到10个吧，买去公司请同事大家一起吃。 事后后，高侪邀请店家进驻，高侪捷运车站，会搁再含业者同齐看所在讨论。会来看的是左营站，然后还有就是高雄车站跟美丽岛站，我们会再讨论一下，看是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来给这个店家来做承租。继续在这里或者怎么样，这个我不太清楚。但是这个店是我们的，我不管搬到哪里去，它的名字还是不会变，还是要看我们跟房东的官司会怎么样。 现场欠欢买饭丸的人，和警察嘛来到现场管理停车问题。虽然甲厝头家伫咧相告，不过民众的支持，和业者感受到台湾人999的人情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